佢高傲，但係宅心仁厚；佢低調，但係受萬人敬仰。佢究竟係神仙嘅化身咧，定係地獄嚟嘅使者咧？冇人知，但係可以肯定，每一個人都俾佢一個稱號：食神。為之心犧牲又何憾？比我嘅錯更加詩情畫意。少林寺方丈，法號夢為。少林寺18銅人。點解？我點會咁好俾你查先？我咁多嘢始終係咪要俾我？